同性相關。每逢復活節，最受小朋友歡迎嘅一定係復活蛋，但係聖經裏邊並冇講過用蛋嚟到慶祝，亦都冇任何關於復活節嘅記載。到底蛋同復活節有咩關係呢？同信仰之間又有咩關係呢？有人認為蛋係生命嘅開始，堅硬嘅殼嚟到保護住胚胎嘅成長。當佢破殼而出嘅時候，就好似耶穌衝破死亡嘅捆綁而復活。至於復活節嘅英文 Easter， 其實同復活 revive 完全冇關係嘅。原來 Easter 係嚟自一個神話中嘅女神 Easter。4世紀嘅時候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定為國教，將春分第一個月圓之後嘅星期日定為復活節，並且沿用民間信仰嘅節日名稱。亦因為呢個計算復活節日期嘅方法，所以每年復活節嘅日期都係唔同嘅。復活節係紀念耶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邊，第3日復活嘅節日。聖經記載，耶穌基督為咗拯救世人，甘願犧牲自己，所以就將星期五定為受難日，而星期日就係復活日。耶穌到底係咪真係復活咗？第一，耶穌基督嘅復活清楚記載喺聖經嘅4卷福音書裏邊，包括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同埋約翰福音。呢啲書卷都經過好多歷史同埋聖經學者嘅考證。第二，有關耶穌嘅空墳墓，有人認為耶穌可能未死，然後就喺墳墓裏邊逃走，又或者耶穌嘅門徒將佢嘅屍體嚟到攞走。要知道耶穌死嘅時候，係有士兵負責檢查，確認耶穌真係死咗，然後先將佢喺十字架上邊攞落嚟。另外，墳墓亦都有士兵負責看守。第三，耶穌復活之後，曾經向唔同嘅人嚟到顯現。如果耶穌復活只係一個傳說，咁呢件事好快就會俾人識穿，真相亦都會水落石出。最後，耶穌被釘嘅時候，啲門徒嚇到走晒，但係後來竟然可以為咗耶穌，唔介意俾人嘲笑、毆打、坐監，甚至係付上生命。正正係因為佢哋親眼見過死而復活嘅耶穌。耶穌嘅復活為信佢嘅人帶嚟咗安慰同埋平安。喺面對死亡同悲傷嘅時候，唔再孤單啊！因為神同佢哋同在，而且仲為佢哋預備咗一個永生嘅屋企。仲未信耶穌嘅朋友，請你捉住呢個機會，喺呢個紀念耶穌復活嘅日子，決志嚟到信耶穌。